这是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很多人都说这样的小县城哪有什么大梦想，但我就这样抱着小小的篮球，从这小县城走向了更大的舞台。曾经我也像他们一样光着脚打球，现在我想回到这里，想把这份对篮球的热爱传递给更多的孩子。这一次屯昌县校际篮球超级联赛，我将作为梦想导师，全程关注球员们的成长，并选拔出有梦想的球员，一起逐梦。3、2、1，这里是屯昌。